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这个柑仔类的果皮较薄，真会去互日头晒着伤。为着要防止柑仔类的水果来晒着伤，果农有秘密的武器，就是家己所做的防晒冷。伫个桶仔内底倒白色液体，佮加树脂，用机器甲搅搅揉揉起，将白色高贵物件，甲固伫咧柑仔，下当袂会晒个着伤。应该是台湾部分的柑橘，大部分都会涂这些碳酸钙来防晒。 将来能维持那个柑橘类的它果实的品质，不会晒伤。农友表示，伫咧柑仔皮抹一盐碳酸钙，做起来是真够工。为人是直接钻伫咧果子树，互每一粒果子拢会当割掉一盐，防护产。这个碳酸钙清除掉之后，它的果皮可以更细致、更滑嫩。所以其实它对这个茂谷柑的栽培来说是有好处的。农友讲，慢落来时用水甲冲清气地使，受到保护的果子外皮是变甲真光滑，为着互果子看起来真水，佮好食，不管偌辛苦，拢真价值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